爹，您多少喝点儿吧。我这眼睛吃了多少药也不见好，眼看家里已经断粮了，就别再给我花钱治病了。爹，夫君，轩儿，我今天在山上挖到了好大一株人参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咱家有钱治病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，就怕被别人瞧了去，特意藏好了。哎，你看了可别吓一跳啊！这人参跟成了精似的，又大又胖。你看，胡说，我才不胖呢！啊！他刚才是不是动了呀？动了吗？没有吧？这屋子里有好多金光闪闪的功德呀，是床上那个男人的吗？让阿宝我来感应一下。原来他以前是个妖精，杀了很多作乱的村匪。后来为了保护村民，他双目失明，辞了官，来张家村定居。哎呀，有了这些功德，我就可以化成人形了。哦，可能是娘眼睛花了，你看是不是又大又胖？嗯。我说了，我没有胖胖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！娘，怎么办？别怕，娘去看看。妖怪！这哪来的小娃娃呀？哎，这不是我系在人身上的红绳吗？难道人生成精了？好吃好吃，还要还要！家里就这么点余粮了，全被你吃了，哪儿还有啊？哥哥要。谁是你哥哥？别乱喊！唉，本来还指望着把人参卖了换银子，看来是不行了。你说这样拿去炖汤还有没有效果呀？娘，你要炖我？娘，我一直想要个贴心小棉袄。完了，这回炖不了了。姓赵的，别给老子装死！开门还钱！老唐，给老子滚出来还钱！滚出来，快点还钱！可算开门了。滚！你赵瞎子，滚出来！你赵瞎子，欠我的50两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我们上次借的借条，不是说好了3年之内还清吗？3年还清？谁跟你说3年还清啊？让我做善事的。看好了，这个上面写的是3日内还清，今天就是第3天。张铁，你个无赖！当初我们要借30两，你说要还50两才肯借，如今你又改欠条。你有证据吗？有吗？这上面写的3日还清，我和你说，哪来的女儿啊？你们赵家不就一个儿子吗？我在河边捡的。这样吧，把这个女娃娃给我做童养媳，这50两我可以不要。你要不要脸啊？欠债还钱，这个由不得你。你再怎么进去？
行，我在最后给你们3日，要是再没钱，拿这娃娃子。都是我拖累了你们。一家人，你说什么呢？爹爹、娘亲，你们别怕，阿宝能上山挖草药，挣好多好多银子。50两银子，你知道挖多少草药啊？这种时候能不能别捣乱了？阿宝乖，你放心，爹爹和娘亲一定会想办法，不会让你被坏人带走的。轩儿，你跑一趟去把阿宝的户籍办理一下，省得张铁惦记。娘，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。爹，你也要留他？既然我们带他回来，就要对他负责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爹爹，阿宝要上山挖草药。夫君，现下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先听阿宝的吧。听阿宝的。好，那我们明天一早上山挖草药。就在这底下，你确定吗？哎呀，确定，你就挖吧，都问3次了。你可别骗我啊！娘，你看看他，咱们别是捡了个傻子回来吧？娘亲，我挖到草药了。哎呀，小宝真棒！什么草药呀？这是草药？这不就是破泥土吗？娘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来捣乱的，浪费我们1上午时间，被这个傻子耍得团团转。轩儿，爹，我有说错吗？我们自己家饭都快吃不饱了，还带着个拖油瓶。赵轩，你给我闭嘴！好了，阿宝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今天挖的差不多了，走吧，我们去镇上药铺碰碰运气。好，好，走。麻烦您看看这个。稍等。娘，你还真把那破泥土给他们，小心人家待会儿给你打出去。那个不是破泥土，那个是药，很贵的。你还敢说大话呀你？轩儿，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她算哪门子妹妹？要不是她，那胖人参就能卖不少银子呢。我不怕，你胖？我不怕。你卖草药的是何人？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那草药出了问题？我就说过不该听他的，现在出事儿了。药是我卖的，出了任何问题，由我一人承担。爹，丧门星，这药是我卖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啊，不，草药没问题。我是想问你们，这老药根可还有？这上了年份的老药根，不管你们有多少，我都以50两一株买下。50两？看吧，我没骗人啊。我的乖乖，50两，这女娃娃是个宝啊！不行，我要立马拿钱条上这家药店去。你还不快跟你妹妹道歉？狗屎运罢了，我要认真挖，我也能挖到。犟嘴！这次多亏了阿宝，家里的债也能还了，你爹爹的眼睛也能治了。春宁，算了吧，我不治了，再治也只是浪费银子。别胡说！爹爹的眼睛可以治好的。阿宝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是虎茎草的种子，种下去开花了，就可以治好爹爹的眼睛了。你唬谁呢？我们用了多少珍贵的药草都治不好，这些破种子比那些奇珍异草还灵啊！爹爹，种嘛！爹爹才不会陪你胡闹。轩儿，把这些种子拿回家，种在院子里。爹，刚才是谁说阿宝挖的草药是破泥土啊？
我中就中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才是对的。哥哥，你别乱叫！我告诉你，爹娘信你，我可不信。已经做好啦，哥哥真棒！我说了，别乱叫。干什么？阿宝要尿尿，让虎菌草快点发芽。净干蠢事儿！赵家人还钱！张铁那混蛋又来了。李正，赵家人欠债不还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张铁，说好了3日后还钱，现在才1日不到。我是债主，几日还钱我说了算。今天李正在，要不还钱，要不拿女娃娃抵债。李正，我们答应的3年内还清，那是张铁擅自改的欠条。这欠条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不管如何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赵家娘子，你还是把银子还给他吧。李正，行，看在一个村的份上，这50两我可以不要，但你们必须把捡来的女娃娃送给我。这女娃娃又不值钱，再说你们也是捡的，能换50两，偷着乐吧。要是我家女娃能换50两，我早就卖了。这赵瞎子又瞎又穷，装什么清高啊！娘，上次这个叔叔说让阿宝我来当他的童养媳，什么叫童养媳啊？什么童养媳？哎，张铁，你看这娃娃才多大？你这是一把年纪了，一点老脸都不要啊！哎呀，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，感情是让这么小的女娃给他当媳妇儿，简直禽兽不如。谁说是给我当童养媳？那是给我儿子的。反正赵家也拿不出钱来，今天这个人我是要定了。谁说我没钱还？给你，拿去。昨天是50两，今天是60。张铁，你可别欺人太甚。 60两就60两，还真有啊！钱已经还了，欠条拿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行，给你就给你。切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算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呸！蛇鼠一窝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放心吧，娘，那银子他用不了。放心吧，娘，那银子他用不了。为何啊？不仅用不了，摸一下还会全身上火，嗓子生疮。又说大话，你闭嘴！阿宝，饿了吧？娘亲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怎么全是草啊？我明明记得赵家那娘们给了60两啊！难道该死的赵家人敢耍我？我的脸，我的嗓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定是赵家人搞的鬼，要废了你们！草儿，草儿，快开花！开花了，可以治好爹爹的眼睛了。
怎么样？都敷了1夜了，能看见了吗？啊？还是不行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他就是个撒谎精。什么破草药，要是真有用的话，那我们散尽家财买那些珍贵草药算什么？看来爹爹的眼疾拖延太久，要上2次药才能起效。你够了！我看你就是想死皮赖脸留在我们家，才撒谎说能给爹爹治好眼睛。轩儿，我信阿宝。我也相信阿宝。来，给我上第2次药。爹，娘，懒得管你们。哎，轩儿，哎，我去看看。阿宝，你继续服药。好，爹爹低头。赵瞎子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张铁，你放开我！滚！娘，春娘，爹爹，第2次药很快就能起效，咱们先出去。好。给老子60两全变成了草，还害老子变成这副模样！你们好大的本事！滚！轩儿，起来！张铁，你欺人太甚！一个瞎子带着一群傻子，我就欺负你们，怎么了？啊！南青，来的正好，赵瞎子，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。现在你们不仅要还我60两，还要赔我诊金费40两，一共100两银子，立刻给。若没有，我就拿你婆娘抵家！你敢，我有何不敢？我告诉你，赵恒，我今日不仅要夺你的婆娘，还要让你这个瞎子彻彻底底的变成一个废人！滚！爹爹，我数3下就好。3、2、1。你一个瞎子是怎么接住的？何止能接下，我还能打断你的腿！夫君，你的眼睛……春娘，我能看见了。太好了！草药竟然是真的，阿宝没有骗人。我就说了是真的。赵瞎子的眼睛竟然真的能看见了！你方才说要夺我婆娘，说要让我永远成为残废。不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赵瞎啊不，赵大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完了！你们这是做甚？李正，救救我！赵瞎子欠债不还，他还想杀了我！赵恒，你竟如此不讲理啊！他胡说，谁欠钱不还？我们60两，一分不少，全都还了。李正叔和那么多二叔二婶可全都看见了。确实还了。啊，李正，他们给我的都是一堆草。证据呢？谁知道你们死的什么诈呀？啊！我回到家中，兜里只有一堆草。那就是没有证据，你先说的。你60两我可以跟你们不计较，但你们几个外来户把我腿打断，就是不把张家村放在眼里。张铁，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。行了，我看张铁说的没错，自从你们住进张家村之后，就连连惹事。眼看就是16元平选，恐怕今年又是垫底。就是，当初还是李正好心收留你们，给你们批地，结果你们啊又懒又坏，
好好的园子全被你们毁了。你放屁！那地不靠山不靠水，那就是块废地。笑话啊！种不出来就种不出来嘛，吃不上饭还怪我们村子没给你们发粮吗？别吵了。总之，今天的事是你们外来户太嚣张。石榴园在你们手里3年没结果，要是今年还垫底，我会收回你们的地。至于你们，到时只能搬出张家村。李正，现在满意了？张铁，你再叫一个试试，我非得打断你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爹，你的眼睛只是暂时复明，还得继续敷1次药才行。先戴上。哟，看清还是个瞎子呀！啊！我就等着你们滚出张家村的那一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真的被赶出张家村，咱们还能去哪儿呀？别担心，总有办法。娘亲，我有办法。不是吧？这都第几桶水了，还要扛啊？让你扛你就扛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什么洗澡水能救石榴园？简直疯了！娘亲，看这个。娘亲，你怕吗？娘亲不怕，娘亲只是在想，我们小阿宝一个人在那里长到这么大，会不会很孤单呀？不会不会，阿宝有很多好朋友，就是啰嗦了点，吵得阿宝耳朵疼。阿宝还是觉得爹爹、娘亲、哥哥在一起最开心。那娘亲让你更开心呀！娘亲是这。就让他们开心一阵吧。过了明日，咱们赵家被赶出村去，到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欢声笑语了。你慢点慢点，你饿死鬼投胎呀！我看水鬼投胎才对吧？挑了一整天的水，就为这胖娃娃一句话。哎呀，好了，管不管用总得试试看呀。上次阿宝挖老药根的时候，你不也是不信吗？这能一样吗？上次是他运气好，现在可是有一整片果园，咱们种了整整3年，连朵花都没有开过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怎么可能有用吗？哎，你们就等着看就好了。夫君，别担心，如果我们真的被赶出去了，大不了我们换个村子生活。说换就换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全怪我这双眼拖累了全家，要是眼睛能好，那帮人也不至于这样欺负我们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嘛，他就会说大话。你就挑几桶水，给你能耐的。哥哥，你别急嘛，人参水会让这些树木先长根须，根长好了才能开花结果。明天就要石榴园评选了，等他根须出来，我们早就被赶出张家村了。我说你是不是皮痒了？净欺负你妹妹啊！净欺负你妹妹啊！好，咱们张家村的评选马上就开始了，和往年一样，咱们分为2道评选，
第一道是数目和成色，那第二道就是品尝石榴。第一名将得到5两银子。5两？有这么多啊？管他真的假的，反正今年肯定还是张铁的16元第一。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仗着自己是李正的亲戚，作威作福吗？各位好像不服啊。哟，赵瞎子今天舍得出门了。哎，你那个眼睛看得见热闹吗？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关我的事儿。别忘了，赵瞎子当初浑身是伤在村口，是我张铁好心收的啊。结果呢，你们忘恩负义，为了个捡来的女娃娃把我腿打断。大家评评理。张铁，你这话不对吧？当初你是以为他们是富贵人家才收留的他们，不就为了要点银子吗？怎么就是好心了？要你多嘴，李寡妇，你不能仗着是他们的邻居就信口雌黄。大伙儿，自从他们来到村子，村里收入一年不如一年，说不定他身上还背着人命。一身血，谁知道他是能怎么着的？不至于吧？我看赵家的人挺好的。这要是真有赵家，杀了咱们村人可怎么办？第一，今年赵家再拿不到第1名，就滚出赵家村。张铁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这叫替天行道。那要是我们得了第一呢？小娃娃，你做梦还没醒吧？谁都知道你们那块地是荒地，别说种石榴树了，就算种黄金结出来也是废铁。你们要得第一，老子的16元也送给你们。一言为定，李正爷爷开始评选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年的收成不错呀！哈哈哈哈。张铁的16元得花9只。哈哈哈哈哈。得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一共就10枝花，张铁家得了9枝。今年的第一啊，还得是他。谁让张铁家离山泉水那么近？算了算了，比不过，比不过。怎么样，小娃娃，还觉得自己能得第一吗？能啊！小贱蹄子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好，加一加。树木下品，我是下品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太差了。也没这么差吧？丽莎，我的花花送给你。这孩子，怪惹人疼的。哼，王春娘，你可想清楚，现在把这个女娃娃给我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门一开，你们赵家跟丧家犬一样滚出村子，到时候你们求我张铁都没有用。我呸！你想得美！我王春娘就算累死饿死，也不会把孩子给你这种禽兽。你个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张铁，我看你的另外一条腿也不想要了。真是活该！行，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李正，快开园，大家好好看看他们的烂命。我天哪！真是没想到，该不会一个石榴都没有瞧瞧啊？这园子好歹还有可怜兮兮的10个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做了什么？前天我路过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这可比张铁家的园子茂盛多了。可不止，这园子比张铁的要好。这花我投了，我也投了，我也投，我也投，还有我，我也投，我也投了，我也投。
大家都投。我投一个，来。赵家获得鲜花数量10只。好10只驴不错呀。果子长得大有什么用啊？肯定是用什么东西催熟了。别忘了，我们第2场的评选可是实打实的品尝。也对呀，这张铁家的园子每年都是山泉灌溉，每年他们家的石榴最甜。那这赵家的园子再茂盛，怕也是花把式吧？知道就好，用些下作的手段是没用的。是骡子是马，明天下午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好，6就6。对，6就6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石榴，你还怎么参加评选？好，今日进行试吃评选。哎，赵家的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赵家是啊，是赵家怎么还没来啊？我也没瞅见，赵家的哪儿去了？肯定心虚不敢来了呗。我们昨天明明看到赵家有一大片的石榴园，怎么就不敢来了？去，你一个寡妇成天在这边多什么嘴？哼！他们要是不心虚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？让一让，赵家石榴来了！来了，你看什么？李正，这是我们赵家的人。怎么还有石榴？昨日不是都被烧光了吗？我知道了，这群鸡贼竟然还在存活。来了又怎么样？我的果子可是山泉水浇灌，谁吃了都说好吃。不像某些人呐，用些不见光的手段，等着被我踩在脚底吧。废话一大堆，心黑嘴也黑。你李正，我们直接开始评比吧。好。石榴酸涩，水分少。哎呀，尝尝。什么呀？嘿，是不好吃啊，酸死了。好，甘甜可口，不愧是往年的第1名呢。我也尝尝。搂着瞧吧，是甜啊，在外面买的烂货，是不错，怎么可能跟我比？自取其辱。这石榴好，太好了，果肉鲜甜，我也尝尝。软糯无差。这可确实好吃，最好吃的石榴啊！我再尝一个。是啊。这么好吃的石榴。怎么会？真的比我在的还好吃？好吃，这可比张铁家的好吃100倍啊！怕是天上神仙吃的吧？太美味了，太好吃了。等我再来点啊！这高低立判了吗？哎呦，这不是他们家的，还不作假！他们家的地常年不见阳光，怎么可能栽出这么好吃的石榴？一定是他们在外面买的。这么说也是，确实没有阳光，怎么能种出石榴？有道理啊！这那块地常年不开花结果，怎么今年就结出这么好吃的果子了？要负重可以，除非带大家去他们家的地看看。赵家娘子，你们觉得呢？看可以，但还请李正说句公道话，今儿的评比到底谁是第一？若你们没有造假，自然是赵家第一。那便去。赵恒，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女娃娃给我，再把你的石榴园送给我呀，就勉强考虑考虑，让你们呀留在这里啊！我呸！你脸可真大！行，
这是你们自己找死。蓝振华，我看看他们这个破园子能结什么好果。怎么可能？我昨天晚上明明烧干净了，怎么还在？张铁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说了，你说烧了我们的园子，哈！大坏蛋，看我怎么治你！哼！张铁说，我们家的石榴长得好，你就要把它烧掉。那要是其他家的石榴长得好，你是不是也要烧其他家的？咱们村就是靠石榴园活下来的。张铁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李正，这种事你要是不处理，以后要是有人学了去，咱们村还活不活了？就是啊，得处理就是啊，处理他呀！就是啊，怎么能这样啊？处理他！什么安静！张铁品行不端，取消评选资格。这不公平！住口！你还有脸说啊？石榴园是咱们村的生存之本，绝对不能动摇。按照承诺，张铁的石榴园归赵家所有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做的！张铁，你又发什么疯啊我？没发疯。各位，我有事情要说。赵家捡的这个女娃娃，她不是人，她是妖孽。妖孽！妖孽！张铁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承认，昨天是我烧了赵家的园子，但我亲眼看见明明烧干净了，可是今天还在。而且赵家这个娃娃，它能识别草药，他挖出来的草药整整卖了50两。50两，怪不得前阵子赵家能拿出50两。你放屁！那草药是我挖的，我看过老药书，知道那是珍贵的老药根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山上，看他们挖草药的地方。如果张铁说的是真的，那地方定然还有不少名贵草药，我还要给我老娘治病，我随你去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那里有狼群出没，不能去啊！看，阻拦着大家不让大家去呢，小妖孽！张铁，你要找死，别带着乡亲们一起。深山有猛兽，大家都知晓的。既然有猛兽，为何你们会到那里去挖草药？因为他说谎。就是。走，大家随我上山。好，走，一起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们，哎呀！来吃，阿宝，吃。春娘，不好了，山上的村民遭遇狼群的袭击，现在所有人都受了伤。当初我们重伤，确实是村民收留了我们。现在村民遭难，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管。走，去看看。我都说了有狼群，你们偏不信。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妖孽！说狼群咬我们啊！放开我妹妹！你想干什么？哥哥，张铁，我家那狗子怎么还没回来？你不说狼群是假的吗？还有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还有人没回来吗？所有人都只顾得上自己，哪顾得上什么别人啊？没回来的人，估计凶多吉少了。我要去找我儿子。先冷静，我来处理。说的好听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你能上山救人呐？我能。我也去，我也要去。那我也去。你们疯了？你们没听说过上面有狼群吗？这些年我们家受了大家不少接济，我夫君说的对，如今大家遇到了危险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走。
气的我，还以为是赵家人要害我们呢，我真该死呀！要是能把我们家那口子救回来，我给赵家磕头认罪。自寻死路！张铁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说风凉话？干嘛？是我们让他去救的吗？况且还不是他们先上山采草药，我们才会上去。张铁，你个没心肝的！刚才狼群一来，你躲得比谁都快。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在吸你的血。你再多说一个字儿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都少说两句，先收拾伤口吧。哼。这都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可能遇到狼群被吃了呗。啊！哎呀，那我家那口子怎么办呢？哎，李正，赵家人要是没了，他们的16元是不是我们平分？张铁，你太过分了！哎，回来了，赵家人回来了！儿子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儿子没有事儿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呀！起来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没事。春娘，你们没遇到狼群吗？我夫君之前在山上做过活，懂得如何避开狼群。我就说赵家那个小女娃是妖孽！哼，看看，我们所有人都有事，就他们没事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啊！我说你是不是耳朵聋了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有狼群，你非要不听。我问你，如今妖孽不害人性命，倒是你这个蠢货，比妖孽还可怕，竟然上赶着带大家去送死！张铁，你别再蛊惑大家了，我儿子的命是赵家人救的，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。大家都别信张铁，呸！你们不相信自家人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打他！哎呀，打他！打他这个坏人！打他！不能饶了他！我们走吧，还要回去卖16呢。走，都是你，害我们家这块受伤。行了，你们都冷静点儿。赵家人挖一棵草药就整整50两，50两你们不想要吗？行了，我有办法。你简直是无赖！我不参加，我也不参加。张铁，你个黑心肝的，你小心遭报应！走。哼，行，你们呢？难道也想断财路啊？可赵恒没那么好说话。他就是个瞎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哎呀，来，下来，回家吃肉喽，走。娘啊，今天16卖的怎么样？今年16收成都不好，咱家16又大又甜，卖到了40文一斤。哎，刚一摆上就卖光了。太好了！哎，李正把第1名5两银子送来了，我买了点肉，一会儿做给你们吃啊。回头啊，我就带阿宝去镇上，给他置办一身新衣裳。娘亲，这个银子还不能用来买新衣服呢。为什么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张铁说了，他一直盯着咱们的房子看，他身上的黑气都要发臭了，肯定别着什么坏水。又是张铁。我记得娘亲说过，我们的房子是租来的。没错，当时我们一家人流离失所，正好遇上这家主人搬去镇上，就暂且租给我们了，还宽限了我们几个月的租金呢。
那他要是不愿意租给我们了呢？或者李正叔要收回房子呢？这啊，还有，哎呀，拿去，都拿去！这是咱们家所有的银子，应该够买下屋子了。费了那么大劲，银子全没了，那以后咱们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吗？上次阿宝看到张铁身上有黑气，咱们家的16元就差点被烧毁了。这次阿宝又看到，提防些总是没错。既然我们决定要在张家村住下，那买屋子也是迟早的事。哎呀，算了，随你们吧。哎呀，事不宜迟。轩儿，你现在就拿着这些银子去镇上商量买屋子的事。哎，知道了。娘别怕，你再睡一会儿，娘去看看啊。我也去。这些人欺人太甚，也不知道我的眼睛何时能恢复。爹爹，虎金草1个月后会再开花的，到那时候你的眼睛就能彻底恢复了。好，爹爹等着。等等我。李正，这一大早又有何事啊？赵夏娘子，我今日来是想和你谈谈老药根的事。有什么可谈的？哎，你说有什么可谈的？让开！娘，你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挖老药根的地方属于张家村，理应跟我们平分。张铁，你简直无耻！哎，这怎么能说无耻呢？那山是我们张家村的山，那山里的东西自然就是我们张家村的东西。当初是我看你们家可怜，才允许你们上山挖点野菜。既然赚了这么多银子，是不是应该回馈一下我们村民呢？李正，甭跟他们废话，赵家人都是白眼狼，就是，他们要是不同意平分，让他们滚出张家村！滚出去！怎么？当初走狗屎运把我腿打断了，现在还敢嚣张？我敢不敢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哼，反正你们没有房子，只能算暂住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我们有房子，挖到的草药就不必平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如果你现在能拿出地契，此事便作罢。若交不出地契，不仅这50两要跟我们平分，日后挖出老药根的银两也要跟我们平分。要不就交出50两，要不就滚出张家村，你们自己选。哼，那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有没有地契啊？还真有啊！那你看这是什么？还真拿出来了，这是地契啊！卖给他们，还真是地契，地契呀，他们还真有。确实是这屋子的地契，没错。那就没道理。赵家人怎么突然买下这屋子？莫非早知道我们要来？该死的！既然你们有地契，那要草收益的事就此作罢。不过我还有件事，这是当初你们租16元的契约，3年时间已过，村里
我收回你们的16元。你们未免也太下作了！当初租借给我们最差的16元，如今看园子好了又要收回去。契约上明明白白的写着3年租期已到，干嘛？你们想强租啊？算了，跟他们说不清。你们别忘了，还有张铁的那片16元呢。忘了告诉你们，张铁的16元也到期了，一并收回。李正，你老糊涂了吧？给他们。行，既然你们想要，拿去。算你们识相。走。我听说赵家这石榴可是卖到了40文一斤，回收了16元，倒也不错。厚颜无耻！呸！阿宝，你为什么要把16元让给他们？娘看着就是。等了这么久，被赵家摘掉的石榴应该长出来了吧？快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石榴，我的白花花的银子！走！让你们欺负爹爹娘亲，活该！春娘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没了你们，16元不管怎么交涉都活不了。这样吧，这16元归还你们，连带着张铁的16元一起给归还了。李正爷爷，我喂村里的大黄狗吃骨头，也是想给就给，想收回就收回呢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大人说话，你站一边去。阿宝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话，你们请回吧。这16元我种不起。哎，别，有话好说嘛。你还有什么别的条件没有？哎呀，走，出去！春娘，咱们村就靠这一个16元打出名声了。你要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啊！好啊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叔，你怎么能同意他们3年16元的使用权呢？还1分不拿？忍忍吧，那16元到咱们手里就砸了，至少3年后咱们还能分到一些。放心吧，3年后你们也是一样，拿不到一个铜板。这张地契花光了咱们家所有的银子。阿宝说16元要等1个月才能重新结果，我们家又要断粮了。小阿宝，你怎么啦？宝，这是咋啦？有啥事儿找我们，尽管说。你们知道哪里有珍贵的药草吗？我要去摘点卖银子。摘我！老娘早就活够了，我老药根都能卖50两，快把我也拿去卖一卖，我定要比他的价格还高。不行，你太贵了，会给爹爹娘亲招来祸患的，就没有便宜点的啦。你瞧不起谁呢？你贱卖我也行啊！我刚生了一窝孙子，小阿宝，你要孙子不要啊？闭嘴！先来后到，知不知道？先摘我孙子！宝，东边那块倒是有个红苋菜地，昨夜下雨长出来不少，我还听他嘀嘀咕咕说自己想减肥呢。你去看看。红苋菜，
能卖多少银子？红苋菜不值钱，但染出来的布料能卖些价。具体多少，你得回家问你老母。好。我能不能摘点？能，快摘！终于有人发现我了！哎呀，老娘都快胖死了！张家村的人一个个眼睛都瞎了，每日从我身边经过，愣是不知道薅一把。哎呀，噔噔噔，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坐在这儿？阿宝，娘亲有话想跟你说。娘亲，你说。阿宝，咱们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家在外面欠了很多银子，村里的人也看我们不顺眼，想方设法的为难我们。我们倒没什么，可是他们盯上了你。阿宝，你是个宝贝儿，可是咱们家护不住。阿宝，你不用跟着我们受苦，去找个富贵人家吧。我们阿宝又乖又听话，还那么有本事，不管你去哪儿，那户人家肯定都能善待你，总好过跟我们过苦日子。阿宝不苦，阿宝就跟着爹爹娘亲。阿宝有银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苋菜，可以换银子。染布？对，我听染坊的人说过，很多染料都只能从南方采买过来，只有兰花布可以自己染，但是红布只能高价购买。但红布喜庆，需求量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染出红色的布，就能和染坊合作，我们能挣钱，染坊也不用花高价购买了。你说的没错。可是这红苋菜如何能够染布呢？我记得李嫂之前在染坊干过一段时间，或许我们可以拉她入伙。我现在就去问问她。春娘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真的。如果这布真能染成，我们能挣不少银子呢。这染布对于我来说倒也不是难事。行，我答应你们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明天便来找你。娘，听村里人说，赵家人根本就没安好心。那是他们乱说的，你呀，别什么话都信啊。那我们去染布了，农活怎么办啊？16元已经没收成了，染布难道能挣很多银子吗？我本就没指望能赚什么银子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我是看他们太难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吧。至于农活，娘早起一点，晚归一些，总能干完的。好，那就帮帮他们。哎呀，李嫂来了。春娘，昨夜你说你们这儿有红色染料，能让我看看吗？真的。红苋菜，我还没听说过用红苋菜染布的，这能成吗？你想试试吗？好吧，那我试试。哇，这布料，这也太漂亮了，颜色太正了，这竟然比染坊里的红布还要鲜艳。是好看哎。哎，李嫂，依你看，这布料能卖多少银子啊？这颜色纯，光泽正，一匹布少说也能卖40文。40文？只可惜这红苋菜常年生长在涝地，咱们这里常年干旱，恐怕除了你们手上这根，怕是再也找不着了。丽莎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哇，
这红苋菜从哪来的？李婶，尽管远赴，红苋菜我们有的是。对，有的是，最好一天摘一次。李嫂，若是这布料真能卖到40文一匹，到时候每卖出1匹，我们给你10文。春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只要你保密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这日子真好。爹爹哭鼻子了。没有。娘亲说，爹爹是家里的主心骨，主心骨不能哭鼻子的。阿宝啊，爹爹不过是个半瞎子，如何能够配得上家里的主心骨？当然啦，爹爹可厉害了，那天还帮阿宝收拾了坏蛋，要不是爹爹，坏蛋早就上门欺负我们了。轩儿，阿宝呢？屋里，他说要找爹爹玩。自从你爹的眼睛看不见了，这性情就琢磨不定，我还是去看看。小宝，娘亲，哥哥快看，这是我给爹爹编的辫子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了。真的吗？那也给哥哥编一个吧。不要，我不编。要吗？哥哥快来嘛！不要，慢点啊！不编。好了，先吃饭吧。来，阿宝，你多吃点，长身体。谢谢娘亲。娘亲谢谢你才对，你可真是咱们家的小福星。我租了马车来，明儿一早，雪儿，你先把24匹布运到镇上去卖。好。进去说。娘，你回来了。看，娘今天赚了200文。真的呀？赵家人真的把钱给我们了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实诚。自从你爹走后，咱们娘俩顿顿都吃不饱，你那奶奶还经常过来搜刮东西。现在好了，咱们以后有了这银子，咱们能活下去了。太好了！好啊，你们2个小贱蹄子，张铁果然没说错，你们竟背着我藏了这么多银子，这么多银子，快跑！好啊，你个贱蹄子，你敢咬我！打死你！快过来！大坏蛋，你个老元帅，这老太婆身上好臭，放下我！我说放下我！大坏蛋！你个老货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他克死了我儿子，不养我也就算了，他自己大鱼大肉，让我一个老婆子吃糠咽菜，传出去，我看别人怎么戳他的脊梁骨！你放屁！你传出去，谁会信你啊？我上次还亲眼看到你到李嫂家来送了她东西。娘，你不能再装了，你要饿死我和二丫吗？滚开！你个赔钱货！打死你！你个老泼皮！你干什么呢？
来人啊！有贼！进贼了！春娘，谢谢你。嗨，都是邻居，没事儿。这个是我今天刚摘的，给你送点儿。这个你拿好了。我先走了啊。春娘和我非亲非故，却帮了我好几次，而这老太婆仗着自己身份，次次刁难我，我不能再被她拿捏了。我搜刮，我拿的是我应得的，你问问他敢不给吗？你敢吗？哎呦！好啊，你个贱蹄子，你敢打我？你要造反吗？上次16元的收成，你足足拿走了2两银子，那是我们母女俩辛苦1年的收入，我不欠你什么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让你再欺负我，请你永远不要再上门。李嫂好说话，我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。滚！你竟伙同外人对付我！好，你等着！等等，怎么了？真的害怕了？我告诉你，害怕也没用。东西留下，休想把银子拿走！你好得很！我小儿子没了，我还有大儿子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你有本事，你们母女俩以后别靠我们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靠你，放下！滚！好！李嫂，没事儿，还有我们呢。今天阿宝又去山上挖了一大筐的红苋菜，只要咱手里有银子，咱谁都不用靠。你说的对。呀，出汗了？哎呦，娘，哎，猜咱们这批货卖了多少钱？多少啊？整整10两银子！真的？真的！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嫂子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进屋说。哎，走。开染坊，咱们一起。若是开染坊，这租金、染料还有伙计工钱，这不少银子呢。单靠咱们卖的这些布，是撑得住吗？放心，店铺我已经找好了，定金也交了，只要咱把剩下的布料卖了，银子准够。成，夜里我回去跟二丫商量一下。哎，染坊，那得多少银子啊？你王婶都已经算过了，再卖些布就够了。可是奶奶要是知道了，准会天天来要钱的。别怕，阿宝说了，他给咱们出了一个主意。明天你奶奶要是来了，你就把红苋菜染布的事情告诉她。告诉他，那岂不是让他得了这个挣钱的门道？阿宝说了，就是要让他得了这个门道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儿子的家，我来不得啊。你娘呢？娘去县里了。不年不节的，去什么县里呀？你手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拿过来！没什么。 啊
银子，说这银子哪儿来的？你说不说？不说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卖了？我说，这银子师娘和隔壁王婶合作卖布料赚的。卖布料？是，娘用红线菜染了布，就赚了钱。娘还说，今日赵家婶子要去找李正买下红线菜地，到时候所有染坊都会来找我们买。果然是好事儿。等等，今日买地不行，我得先站着去。哼，吓死我了！既谈妥了，那就签字画押吧。慢着，这地我要买。这地我们已经定下了。定了？银子交了吗？地契签了吗？没有签，就是无主之地，价高者得。我们可是出了18两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出20两。以后你们染坊的生意全是我的了。这回可是把我的棺材本都赔上，必须挣大钱。李婶，他现在有钱了。我爹爹跟我说，你要是去县城告他，他就得把这些年他搜刮的钱赔给你，他还得养2丫呢。真的？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已经死了，我跟他没关系。口说无凭，证据呢？是啊，证据呢？证据？李正，你帮我立个字据。你个小娼妇，从今日起，我吴翠花跟你断绝关系，你休想从我这里分走半个铜板！呸！谢谢你们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我这就回去告诉二丫这个好消息。你李婶家也算是好起来了。娘亲，咱们家也会越来越好的。胡荆草还有半个月就开花了，到时候弟弟的眼睛就可以治好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还有更好的呢。20两银子买块地，你这个老货是不是失心疯了？你别急呀，你知道老赵家一匹布买了多少银子？整整40文。真的？娘骗你做什么？咱们家要发大财了！走，快去看看咱们的宝贝地呀！走走走。这就是你说的宝地？你这老不死的，把所有钱都砸到这破地上了啊！一定是赵家，他们早就知道这块地的红苋菜有问题。老子他娘的只想知道老子银子去哪儿了！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，再重新买红苋菜种子，重新种上。今日你要是种不完，就别他娘的给老子回家吃饭！小原生让我们装死装病，就是为了气这个老太婆呀？不知道啊，管他呢，反正我看这老太婆也不顺眼，就装着吧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哎呦，敢耍我！等我的红苋菜长起来，我要你们好看！蔫儿是蔫儿了点儿，可还能染布啊！你要干什么？老妖婆，我是孩吁！
今天的布料还是没卖掉啊？是啊，自从吴翠花染出红色的布料，只收我们1半的价钱，陈掌柜就再也没有收过我们的布了。他哪里来的红苋菜啊？那边的红苋菜还没长大呢。我刚才去看过，那个老巫婆把红苋菜苗全挖了。什么？他宁愿自损，也不让我们的布料卖钱。哎呀，赵家就在这儿！哎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？就是他出问题的布料，就是他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要找就找他。什么有问题的布料啊？原来是你们！大家都看看，赵家这黑布料，褪色，还害我浑身长满了疹子。还有我闺女，她才多大呀？用了这布，浑身流脓，夜夜啼哭。今年你们要是不赔钱，咱们一起闹到公堂上去。染坊早就不收我们的布了，你们凭什么说那布是我们的？哎，我说你们赵家人平时看着挺老实，怎么净干这种黑心事儿啊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呐！赵豪还救过我孩子他爹的命呢。救命又怎么了？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名声？他们为了钱都染出这种料，什么事儿不敢干？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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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钱还给我们！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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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春阳，小心！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赔我们！赔钱！哎呀，夫君，欺人太甚！秀儿，不可以去用事。哥哥，咱们卖不出去的布都在哪儿？李婶现在已经送往县城了，看其他家收不收。你快去把布追回来。好。赔药钱，赔布钱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我早就说他们这些外乡人不能住进来，看村里名声被败坏完了吧？陈掌柜，卖给你布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那吴婆子也卖了。你如何证明这布就是我们家的？哎呦喂，造孽！他们赵家自己坑人还不算，还想把我老婆子拉下水，丧良心呐！哎呀，欺负一个老年人，要不要脸你们啊？赵家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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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别管咱们多少！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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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大家等一等，我哥哥已经去拿我们家的布料了，一对比就有答案了。哎呀，糟了，绝不能让他们把布拿回来！你个黄毛丫头，你懂什么呀？为了推卸责任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是不是你们的布？陈掌柜能不知道吗？陈掌柜，来说。我说你们李家的布为何比赵家的便宜那么多？感情都是有问题的，褪色起疹子，客人都闹到我的店里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就是用了几颗烂苋菜吗？嘿嘿，陈掌柜，我听说赵家也要开染坊了，他们卖的比你便宜。等他们开起来了，只怕你的店也得关门。那跟这批布料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你一口咬死这批有问题的布料是他赵家的，那到时候他赵家的染坊就开不起来了。啊，好，没错，这个布就是你们赵家的。看看陈掌柜是不会说谎的，大伙们，他们不愿意赔钱，就把他家给掀了，将值钱东西都拿走。上！可谁敢？是眼瞎了，动作怎么这么紧张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！不来了，不来了！
请大家闻一闻我们家的布料，上面都有一股人参的香味儿。还真是啊，确实有啊。确实。放屁！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在路上偷偷加的？凭味道能证明什么？没错啊，我怎么没有闻到人参的香味啊？当然不只是味道了，婶子，还请您摸一摸我们家的料子。确实。您再摸摸这个。我摸摸。这差别这么大！哎呀，确实不一样啊！确实不一样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料子。这个料子柔软舒适，明显用的是细棉；那块料子粗糙扎手，用的是粗棉。还真的完全不一样啊！赵家的布料舒服多了。糟了，我怎么没想到这茬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我路过吴婆子的家门口，她家里满满当当的，全是瓷器。就是你，你这黑心婆子！原来是你呀！你用这黑心的布料把我们害成这样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你们凭什么光打我？他们赵家也是用红线彩染的布，只是棉花比我好了点。我就不信他们的布不掉色、不烂皮。我已经试过很多方法。红线彩染的布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烂皮掉色呀！轩儿，去提桶清水来。哎呦，这是没掉色呀！大家请看，好啊，哇，一点也不掉色。对呀，确实不掉色啊。至于烂皮，我们家阿宝穿的也是红线彩染的布，若真有问题，谁会让自家孩子穿呢？对，不可能给自家孩子穿，我信你们！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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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赔！我赔！这位就是我的儿媳妇儿，你们要多少，尽管问她要。我身上可是一个铜板都没有啊！可真不要脸！活该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既然是他儿媳，就速速赔钱吧。各位，我婆婆于3日前已经和我们母女断绝了关系，这是她当初亲手写的字据。真是啊，字据有字据啊！让我们找她儿媳妇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设局害我！反正那天我们都听到了，是你提出要和李婶断绝关系，还说要签字据的。看我不打死你个小娼妇！不错，就是你害的我。今日你不赔钱，我就让你们李家不得安宁。各位，我去李家拿银子。走！必须赔钱！呸！活该！各位二叔二婶，咱们的染坊3日后开业，请二叔二婶过来光顾。赵家娘子，你看这都是误会。陈掌柜，慢走不送。走，拿银子去。走，跟着。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把赵家搞垮。娘，别怕，咱们今天已经把名声打出去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开自己的染坊了。娘有阿宝，娘不怕。娘给你做了新衣裳，咱们穿新衣裳，开新染坊。好，穿新衣裳，开新染坊。好，小姐，好啊！
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赵氏染坊开张，凡是头3日来买布的，每匹让利8文。好，早就听闻赵氏染坊的红色布料鲜艳又顾色，今日我买些回去给女儿做嫁衣。我先来的，我要订10匹布。好，我们也要。来，我也要，快进去吧。我也要，进去看看，走。我也来看看。今天这么多人，我回去再取点货。是好啊。我要这个。哎呦，你看这个真不错呀。从早忙到晚，好饿呀。乖，等娘送货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回家吃饭了。哎呀，掌柜的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请问是否婚配啊？那是谁啊？那个呀，是想当你后娘的人。什么？若是没有婚配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爹爹，爹，我们饿了，还有家里的3个娃也饿了，都在等你回去喂吃的呢。家里3个娃，哥哥咋还自己发挥了呢？1、2，家里还有3个，你家里有5个娃。这2个孩子模样都不太一样，你应当不止1个女人吧？这位姑娘，若是不买布，还请离开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有脾性的男子。等着，我们会再见的。爹爹，我不要让他当我娘亲。要是你敢答应的话，等娘亲回来了，我可是要告状的。娘亲，爹爹长得这么好看，你可要看紧了，可别被别的女人勾走了。你小小年纪还懂这些？赵恒，赵恒，赵恒，你爹在不？赵恒，李正，你找我有事？有事儿，大喜事儿！你快随我去一趟！快！爹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娘，刚才李正过来把爹拉走了，说是有什么大喜事。什么大喜事？只通知你爹一人。你爹眼睛瞧不清，别被人欺负了去。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嘘，我先听听说的什么。赵兄弟啊，恭喜恭喜，喜结良缘呐！赵大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白日里你和我说家里有5个孩子，你骗我。李正都说了，加上收养的，你家不过2个孩子。啊，这是吕青青，吕姑娘，她瞧上你了。赵兄弟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呀！李正，你找我过来就是因为这事吗？如果是因为这事，我无话可说，告辞。赵大哥，你真不要我吗？哪怕你看不见我，那你摸摸呢？哎呀，赵兄弟啊，男人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。赵侯此生绝不负妻。自古男人3妻4妾都是常事。赵大哥，你不愿娶我，是怕家里的母老虎不答应吗？他一个粗鄙妇孺，怎配和我比？听说有人上赶着要当我妹妹，问过老娘的巴掌没有？
我是粗鄙妇孺，不打你岂不是对不起这称号？春娘，快放手啊！不要脸！阿宝，多打几下！哎呀，你们快停手啊！你们闯大祸了，知不知道啊？你竟敢如此对我，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爹可是兵部尚书吕和。吕尚书还是个老熟人，怕了吧？我爹就在附近巡城，立时就会过来。吕和，好啊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他。不过别怪我没提醒，等他来了，你可就惨了。什么？你个乡野村夫，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疯话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爹到了，你们全村都要受牵连。哎呦，赵兄弟，兵部尚书权大势大，我们就一个小村，怎惹得起呀？3妻4妾也罢了，谁说我要做妾？我要做正妻。赵恒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要让你休妻。来，哼，正愁不知道怎么整治这赵家，没想到赵家自己惹出事情来。走，我早就说过，赵家一家都是祸害，当初就该把他们赶出去，也不至于被牵连。赵瞎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自己找死也别连累我们呀！我们就是一介平民，哪能跟兵部尚书作对啊？赵瞎子，你还不赶快答应下来？要我说，赶紧答应下来。若是王春娘不同意，不如我们直接将她拖走沉藏，到时候赵瞎子丧妻，理应再娶吧。您觉得呢？这主意不错。今日谁想动我妻儿，非从我赵某的尸体上踩过去！赵恒，你也失心疯了吗？一会儿我爹一到，你别哭着求我嫁给你。赵某等着。尚书大人到！我爹来了。爹！哎，尚书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尚书大人，是赵家人，他们不仅欺负大小姐，就连您来了也不出门迎接，明摆着就没把您放心上。赵家人，是你昨日跟我说的那个男人？爹，就是他，赵恒，比京城很多男人都要好看。你说他叫什么？赵恒啊。不可能，那人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小山村里？应该只是同名罢了。爹，你信我，他真的极为出色，您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尚书大人明鉴，我们张家村和赵家没有半点关系，还请尚书大人帮我们把赵家赶出村子。对，这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，都是赵家一家所为。要早知道赵家会惹下如此大的祸端，当初就不该让他们住进张家村，引狼入室啊！完了，尚书大人怒火，我们怎么承担得起呀？这下全村都要跟着赵家完了呀！赵恒这么招人嫌，看来不可能是将军。爹，刚刚那个村妇打了我一巴掌，他还说您到了以后我会更惨。什么？乡野村妇居然敢如此横行霸道！走，爹爹为你做主。走。我倒要看你要怎么做主。夫人，将军，什么将军？我没听错吧？尚书大人唤赵恒将军，赵恒就一个瞎子，怎么可能是将军？爹，真的吗？他是将军。当年大将军为救人而瞎了眼，之后更是辞官隐退。看样子这群人并不知道赵将军的身份，我可不能说漏嘴啊！将军曾经为我找过恩人，你过来。这位就是曾经救过你一命的恩人。什么？有这种事儿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刚刚尚书大人说什么？他说王春娘是救命恩人。我就说嘛，他要是将军，我就是天王老子。哥哥，他为什么说娘亲是他的救命恩人？
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子莫问。爹，您开什么玩笑？他不过就是一介乡野村妇，算哪门子的救命恩人啊？李青青，你给我住嘴！我跟你说，赵家就是走了狗屎运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要敢拒绝尚书大人的婚事，真要是尚书大人，那我们岂不是还要受赵家的连累？哎呀，我被辞官后，就回了老家。这些年竟不知恩人在此居住，吕何惭愧呀！恩人，我可担不起，都要抢我男人了。恩人说笑，是吕何娇女无方。孽障！还不快给恩人跪下认错！爹打我！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又如何？不过就是个走运的村妇，竟敢和我抢姻缘！李青青，你闭嘴！并非我胆小，实在是当年赵恒太可怕了，京城谁人不怕，谁人不惧。这要是惹了赵恒不快，小女无知，请您恕罪。没想到我们还能再次见面，近来可好？好，一切都好。您的眼睛是？无妨。爹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嫁给他。他若是恩人更好，那我就要以身相许，报答他。哥哥，这是不是恩将仇报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娘亲温柔可人，你跋扈不堪，让爹爹放弃娘亲娶你，不说恩将仇报是什么？你住口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小女给诸位添麻烦了，我这就带她走。我不走，我就要嫁给他。你要不走，从今往后你就不要认我这个爹。怎么走了呀？爹，你说我这就尚书走了，这样，尚书大人就这么放过赵家了？不然呢？我说张铁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难道你要让尚书大人把全村人都杀了，你才满意吗？就是。尚书大人对赵恒的态度着实古怪，这赵恒究竟是什么身份啊？事情总算是解决了，都是你这脸蛋惹的祸。是，任凭夫人打骂。娘亲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等等，这小宝，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头发？啊！怎会如此啊？娘亲，立秋是什么时候？立秋，就是今日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唉，人生在立秋以后会枯萎，接着会进入冬眠期。进入冬眠期会怎样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变成人形，可能会沉睡，也可能会变回人身。原来是人参精啊！哼，怪不得。赵家人，等着吧！断腿之仇，张铁必报。放心，阿宝，有我们在，无论你是沉睡还是变成小人参，我们都会守着你的。啊！我出去一趟。爹爹，再有7日，无菌草就开花了。好。呀，阿宝，看我挖到什么了？你挖人参做甚啊？人参？给，不是说吃啥补啥吗？快吃了它，补补身子。
我挖都挖了，你不吃，难道还供着啊？啊！苍天呐，那个疯子上了山，乱挖了一通，把我从被窝里挖出来不说，还让老人参吃小人参，有没有天理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下是立秋，为何这人参却没有掉须的迹象啊？还真是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栽在土里的原因。要不，我们也把阿宝栽回土里。我不要。春娘，你还记得是在哪里挖到的阿宝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走，带我去一趟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当初挖到小阿宝时，这片树林还很茂盛，现下怎么都干枯了？地脉枯了。阿宝在这出生，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阿宝的异常应该与这片树林有关。所以这里的树全枯了，阿宝的头发也跟着掉光了。爹爹，娘亲，我感受到了，我的根就在里头。根？阿宝，在哪一处？整座山里。整座山？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栽树。咱们忙活这么久，才栽了不到10棵树苗，树林这么大，只怕没月余是种不完的。也不知道阿宝等不等得到那天。要是能再多些人就好了。张大哥，春娘，李嫂、胖婶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大伙儿听说你们要栽树，就都过来帮忙了。是啊，大伙都是来帮忙的。昨天夜里在李正家听信张铁的胡话，误会了你们，今天就当给你们赔罪。多谢大家。不用客气，人多力量大，包在我们身上了。是啊，真是。走，干活吧，走，干活，走吧，栽树。来这边。慢点。一群墙头草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可算是种完了。多亏了村民们帮忙。阿宝，你怎么了？娘亲，头好痒哦。我看看，头发，阿宝，你长头发了！啊，植树真的有用。如果我也能看清，就好了。冬日要来了，爹爹，您是在担心山匪吗？每逢冬日，那群山匪为了过冬都要烧杀抢掠。今年若是放火烧山，怕是会伤到阿宝的那片林子。赵将军，赵将军，村里那个张铁勾结了山匪，开放村路，山匪此刻打进来了。什么？已经放火烧山了！
叔叔大人不妨去山中灭火。是，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样了？林子守住了吗？没有，整片树林，包括我们新栽的树，全都没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阿宝怎么样了？阿宝从下午开始就陷入了昏迷，到现在还没有醒。走，去看看他。阿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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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见了。他刚刚还在这儿呢，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？我不信！阿宝，你出来啊！你在故意逗我们玩是不是？阿宝，娘，我给阿宝挖的人参怎么在这里？种回去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夫君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阿宝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也许是他回到山里了。对，回山里，我去找他，我去找他。娘，我也去。找了一夜，也没找到。阿宝，我的阿宝！娘，春娘，娘，春娘，娘，快叫大夫！老大，你这把火放的真是威风凛凛呐！老大，一会儿进了村，可不可以请老大帮我先宰了赵家人？小事一桩。赵恒今天必死无疑。你说他叫什么？他怎么反应这么大？难不成这赵恒作死惹过江湖？哎，老大，他叫赵恒，就住在张家村。老大，你若是想，我现在就能带你过去，把他杀了解恨。你知道赵恒是谁吗？你他娘是不是想害死我们？赵将军3年前北疆大战，带着5万铁骑，把匈奴10万大军杀得屁滚尿流。你作死吗？敢惹他？赵恒竟然是将军！没错。当年要不是赵将军单枪匹马杀进我们山寨，把弟兄们都杀穿了，老大何苦躲这么多年呢？老子用得着你说？老子躲了这么多年，你倒好，把我送到那阎王面前了。兄弟们，快地吧！老大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赵恒怎么可能是将军？他就是一瞎子。您见过哪个瞎子当将军的？他是瞎子。对，没错。而且上次尚书大人来过，他要是将军，尚书大人又怎会没反应？妈的！下次说话不要大喘气，吓老子一跳！哎，是。那赵家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兄弟们，走！赵恒，断腿。
之仇我必报。哼，等你一死，不仅要霸占你的家产，还要睡你婆娘。还有这个。可算找到你了，小人参。救命啊！我不是阿宝啊，我是他儿子，你撞错身了！救命啊！老大，老大，听说赵将军已经辞官隐退了。您说，万一张家村那人真是赵将军？张铁那个老狗说那就是个瞎子。赵恒当年无人能敌，谁能伤得了他？不行，未免夜长梦多。吩咐下去，明日直接屠村。好，杀！娘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阿宝已经不见了，而您要是再出事，这不是梦，阿宝真的不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又变回人参了？这人生倒是胖了不少。是胖了不少。我才没有胖胖，又说我。许是阿宝之前照料的好，也不知道我的阿宝现在怎么样，在被你们嫌弃胖呢。春娘，这是大家伙都听说了，你们在找人参。喏，这是我们今早去山里挖的，全都在这儿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哭了？娘亲、爹爹、哥哥，阿宝好想你们。赵将军何在？尚书大人，山匪已经攻下张家村。啊！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的人正在阻挡，但撑不了多久，所以我要过来带大家到县城躲避一下。跟我走吧。走！还想逃？还想逃？哼！张铁，你个狗东西！竟然勾结山匪，引狼入室！你不得好死啊你！你也是姓张啊！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姓张？我看张家村呐，快改姓赵吧！瞧你们一个个在赵家人面前那狗腿样！啊！呸！你个挨千刀的东西！行了，老子没时间听你们在这扯皮，说正事，把赵家人给我交出来！再把所有银两和村里的女人留下，哼，我就可以放你们一条性命。爹，怎么办？他们是冲我们来的，事关性命，他们把我们交出去也在情理之中。好在阿宝不在，他最怕疼。我们走吧。你们收下！赵家人有恩于我们，若想动他，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就是，赵家人救过我家那口子的命，就拿我的命还吧。李嫂，没错，要动赵家就动我们，还有我们。大家，阿宝也想保护爹爹、娘亲还有哥哥。好，你们都骨头挺硬啊！老大，
他们要是不听话，先从李正杀起，再一个一个杀，看他们能撑几时。来人，把那个老不死的给我拉过来！跪下！少铁，再动老子杀了你！春宁、雪儿，你们留在这儿，我出去。我跟你一起。当初我们走投无路，都是张家村的村民接济我们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让他们遭这份罪。爹爹娘亲，不要去啊！爹，虎脊草开花了！什么？快给我扶下！爹，爹，怎么样？能看清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阿宝不是说等虎青草最后一次开花后，服下就可以复明了吗？傻哥哥，最后一次服用虎精草还需要一炷香的时间才能复明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这把刀该见见血了。你敢踹我，今天老子就把你大卸八块！你是这条件？老大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将军？你看，他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能认得他。你不是说他不是赵将军吗？你真的是赵将军？抱歉，隐瞒大家这么久。真是赵将军！我不是东西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认出这是赵将军。赵将军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大家这是做什么？赵将军也许忘了当年的恩惠，我们永记于心。当年要不是你带兵抗匪，张家村早就亡了呀。李正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。大家快起来！难道赵恒真的是瞎了？你之前说赵恒是瞎子。老大，赵恒眼睛的确是瞎了。就算他之前是将军，他现在眼瞎了，他打不过你啊！老大，赵将军在这儿，我们快跑吧！你跑，就知道跑！赵恒现在就是个瞎子，趁他病要他命！兄弟们，杀赵恒，屠村！杀！赵将军，快退后！大不了给他们鞭啊！想要杀赵将军，先从我们张家村全村人的尸体上踩过去。功德的味道，又有好多功德。你帮蠢货，给我杀！我死！赵将军，您的眼睛能看到了。娘亲，爹的眼睛终于好了。是啊，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尚书府的所有护卫听令，随我一起剿灭山匪！好！追！等等！赵恒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阿宝，你个畜生，是你偷的阿宝！你想做什么？放下武器，给我站好了！爹爹，阿宝，你不是在这里吗？你个蠢蛋，那个不是我。原来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
那天我太虚弱了，变成了原形，他进来就把这根人参偷走了。爹娘你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又把我栽进了土里。我一直在你们身边呀。是。赶紧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娘，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是啊，没事了。赵将军，再一次救了我们村，张家村无以为报，请赵将军再赏我们一拜。大家这是做什么？乡亲们，快请起！李婶，你们快起来吧。乡亲们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知大家。阿宝他不是普通的凡人，而是一个千年人参精，也是咱们张家村的山神呢。山神，原来爹爹也会狐咒啊！为了保护阿宝，只能这么说。赵将军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爹并非在开玩笑，阿宝是上天派来庇护我们张家村的。前段时间，阿宝的灵子受损，张家村便灾祸不断。所以只要阿宝在，我们才能获得平安。没错，我的眼睛也是因为阿宝才治好的，还有我们赵家的石榴树也是因为阿宝才获得了大丰收。怪不得阿宝聪明有机灵，原来是山神啊！那天呸！赵家小娃娃竟然是山神，难怪我惹了赵家后就没事不断。山神啊，无意冒犯，莫怪。所以我们只有守护好阿宝，保护好这片树林，咱们张家村才能代代兴旺啊！好，我们竭尽全力，先把那个畜生押进官府，再去山上栽树。对，我们都去山上种树，快！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等大家栽完树，我们赵家请全村人吃肉。好，